再去看世界，来看肺癌接受化疗，有一寡化疗药啊会落头毛。爱尔兰就有一个女大学生，唔甘伊妈妈治疗灵感了后，化疗了后落头毛，伊专研发出一款改良式的会当治伫头壳顶的帽啊，这个帽啊会当成功，互这落下的头毛保掉咧。伊的发明嘛摕到发明大奖。画面内底即台感觉式的机器，甲外形淡薄仔像安全帽的设备，都是韩福瑞研发的降温帽。会当用来减少癌症患者化疗了后会落头毛的副作用。加在有这项真大心的设计，韩福瑞因老母做化疗了后，还佫有6成的头毛拢保掉咧。而且伊灵癌从2019年了後都無佫反箍。The device is utilizing low-cost thermoelectric components to cool water that circulates around the scalp, and it's lightweight, it's portable. 事實上，這種的設備真濟年前都已經有啊。不過因為這機器一台真大台，都愛佇咧病院內底使用。韓福瑞因為清早愛陪因老母去病院，佇因老母的鼓勵之下，決定甲機器改良。伊放棄傳統製冷技術，改用熱電的原理，用電池充電充3.5鐘了後，就會當互降溫帽的溫度降到攝氏3度至4度。關鍵是重量敢若3.8公斤，要早來早去是真方便。而且接受療程的前後，降溫的程序會當佇咧厝內進行，唔免規工踮佇咧病院內底。You come in at 9 and you leave at 6 almost, it's a really long day. And just trying to make any element of that day better is the goals. 这个新的发明，经过122个接受灵癌化疗的患者试用了后，有2/3以上的患者，因的头毛有一半拢无落去。韩福瑞嘛，因为安尼得到一项发明大奖的肯定。不过目前这降温帽还佫需要通过进一步医学的测试。韩福瑞希望未来乃当顺利量产上市，会当提供予癌症主线机构祝福患者来使用。国际新闻，张惠斌编译。